甲西南氣流的影響，高雄將列為超大豪雨的警戒區。主管24小時累積的雨量超過500毫米，其中嘉典路昨暗淹水，是淹甲大人的大腿懸，甚至參大型的販賣機嘛，互大水沖去。真濟住戶規暗攏無法度困，等半暝啊，水退掉了後，透暝清理家園。目前仍舊在高雄梓官區，您可以看到，其實我們目前後方的這條路是高雄梓官的加轉路。昨天晚上因為連續的強降雨，導致這裡是一度傳出水淹膝蓋，甚至達到成人的大腿這樣子高度。包括盆栽、金爐、基面的物件是當道西瓜，高雄梓官區嘉典路是緩緩價格，大型的販賣機嘛倒佇土骹，附近的面體是一號比一號更較慘。昨天淹得相當慘的高雄梓官加轉路這裡，您可以看到，其實目前這邊周邊相當多的民宅在水退之後，都趕緊來整理這個家園。有個3、4點，那這裡有混，這個頭髮落個毛呀。居民講，真正是袂困的，畢竟伊啊、刀啊、家具攏浸佇水裡，而且雨水還有土沙，要摒掃是更加困難。我們再來看到，其實旁邊這一戶民宅同樣也是類似的狀況。你可以看到，他們的地勢稍微再高一點點，可是這個水甚至是越過這個將近半層樓的這個地方，又漫進去他們的包括客廳。水正無情淹起厝內，真濟家具攏是新的，敢若會當趕緊甲洗衫機等等踏關起哩。我就甲洗到遮啊！你講昨上關是到遮？我就看份的啦。我7、6、7點就看迄邊攏淹，迄邊佫較食咱的。迄邊厝迄邊吼，因遐在淹，我才開始看啊。高雄市景人的雨水雨氣上肆列作是超大水河警戒區，就算部分的淹水已經豆豆的咧退啊，不過這雨水原來是袂當看輕，民眾敢若希望會當趕緊恢復正常的生活。